美國已故性犯罪富豪愛潑斯坦案有新進展，眾議院民主黨人公開愛潑斯坦嘅部分電郵，內容提及同總統特朗普從來未曝光嘅交往細節。白宮就指責民主黨有選擇咁向自由派傳媒泄露電郵，製造虛假敘事，抹黑特朗普。而特朗普就批評民主黨再製造惡作劇。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嘅民主黨議員公開從愛潑斯坦遺產取得嘅3封電郵，其中喺2011年嘅1封，愛潑斯坦形容特朗普係沒有吠叫的狗，又提及一個受害人曾經同特朗普喺佢嘅屋企逗留多個鐘頭。喺另外一封電郵，愛潑斯坦詢問一個作家點樣回應傳媒問及佢同特朗普嘅關係，呢位作家建議俾特朗普自找麻煩。若果特朗普否認乘搭過佢嘅飛機或者到過佢屋企，反而可以成為愛潑斯坦嘅政治籌碼。第3封喺2019年嘅電郵，愛潑斯坦聲稱被特朗普要求退出私人俱樂部海湖莊園，但佢從來唔係會員，仲話特朗普知道那些女孩的事。眾議院一共攞到超過23000份愛潑斯坦相關文件，今次只係公佈部分內容。特朗普早前多次批評民主黨圍繞愛潑斯坦檔案製造騙局以及惡作劇。